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iki， 今集咧係同大家啦嚟到呢個坦洲鎮政府隔離，亦即係可以稱之為坦洲鎮中心嘅位置啦，嚟睇翻一個超抵嘅樓盤啊！即係講緊佢嘅單價咧，先係9000蚊出頭啫嚇，一套107平方嘅單位落嚟咧，而家係100萬唔到，你就可以攞得低啦，係咪好正？嗱，而且仲唔止喎，佢仲係帶裝修嘅現樓嚟嘅添，亦即係話可以即買即收樓，跟住仲可以1個月就辦好本證俾你啊嚇！再者咧，佢依家仲可以做到最低嘅首期5萬蚊起，你就可以即刻上車買得到樓啦。而且呢一個位置咧，相對嚟講就係比較方便嘅，3分鐘你就可以上到香海大橋，然後8分鐘你可以去到華發商島，15分鐘你就可以去到人工島噶啦。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，交通都 OK 嘅，便捷嘅。好啦，咁啊跟住嚟即刻帶你上去睇翻呢一個現樓係點樣嘅樣，啱唔啱你哋心水？走！重磅福利來襲，揾我哋成功買樓即送價值68,888嘅28件套全屋家私大禮包，再附贈驗收樓服務。立即報名睇樓團，實地考察你嘅心水樓盤，當日往返2日1夜 ，VIP 私人定製專屬行程，3條路線任你揀，全港專車包接送。立即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聯繫我哋啦！嗱，呢個咧就係107平方可以做到4房嘅戶型嚟嘅喎，係咪好實用咧？實用嘅巧妙玄機喺邊度咧？其實就喺呢度。嗱，入門口嘅位置嘅話咧，首先呢度包括埋後邊呢度，佢有送到一個非常之大嘅入戶花園喺度嘅。咁呢個入戶花園咧，到時咧你可以做翻一個兒童套房啦，或者係茶室啊咁樣嘅各諸如此類啲休閒嘅空間咧都 OK 嘅，畢竟係送嘅。用白不用啊嚇 ，OK， 好啦嗱，再過翻嚟呢邊咧就係一個餐客廳嘅位置啦。嗱，107平方啦，就算佢做到一個剛需3房都好啦，對於咁樣嘅餐客廳嘅一個開間力都係非常之大㗎。你睇下呢個整體嘅餐廳係咪好大？即係呢度係擺張4人餐台，但係隔離仲可以擺多2張嗰種喎，係咪好誇張啊？嗱，隔離呢度咧就係一個廚房嘅位置啦。咁啊，呢度廚房嘅話咧，做到時呢啲硬裝嘅全部都係一啲交樓標準嚟嘅，冇錯，呢度咧係精裝現樓嘅，而且咧係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，包括有邊啲咧？我同你哋講下。嗱，首先餐廳位置咧，餐台 ，OK， 嗱呢個5件套啦，4張餐凳加呢個餐台咁樣。繼而咧過翻嚟咧就係呢一個4米嘅超開闊嘅大客廳啦。咁呢個客廳咧，好似到時呢個大 sofa 啦。係啦，有送嘅，跟住呢個茶几咧都有，電視櫃都有咁樣嘅 ，OK。電視呢度冇係咪？唔緊要，我送俾你，滿唔滿意先 ？OK 嗱，再過翻嚟呢邊咧就係一個露台嘅位置啦。咁啊呢邊咧再過翻嚟咧係可以見到個小學嘅。咁啊其實咧呢個位置嘅話咧，佢係位於呢一個區域嘅鎮政府坦洲鎮政府隔離嘅位置嚟嘅，咁所以其實佢係相對屬於一個比較中心嘅位置。咁你從呢度嘅話咧，3分鐘你可以上到呢個香海嘅高速，8分鐘你可以去到華發商島噶啦。咁所以其實針對呢個區域嚟講咧，算係比較中心嘅。而且佢樓下咧，嗱呢度講到個題外話啦，樓下咧有一間唔錯嘅可以食佛跳牆嘅餐廳，咁佢叫協成水上農莊，大家可以去試下。即係間唔中你唔想煮飯嘅時候咧，咁你就可以落樓試下佢呢一個佛跳牆 ，OK 㗎，其實都 OK。嗱，過翻過嚟呢邊咧就有3間房嘅，咁首先呢個係客廁先啦，做咗乾濕分離嘅，咁當然你哋依家見到嘅咧冚唪唥都係交樓標準嚟㗎啦。咁再過翻嚟呢邊咧就係第一個客房啦，咁呢個客房咧到時一啲好似冷氣啦、床架、床褥呢啲都會係有送埋嘅，包括第2間房同樣地呢啲咧都係會有送到㗎啦。咁其實咧呢一個示範單位咧，你入邊見得到嘅嘢咧，都已經係所見即所得㗎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你話首先第一啦，佢有裝修啦；第二佢係現樓啦，可以即買即收；第3啦，包括你依家入邊見得到所有嘅家私電器，佢都係送㗎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其實計翻落嚟嘅呢一個價錢咧，佢係9000蚊出頭，亦即係話90零萬唔到100萬，你就可以攞低一套咁樣107平方，可以做到4房嘅一個戶型單位出嚟嘅。咁其實綜合嘅性價比咧，都仲係擺咗喺度㗎。畢竟其實佢呢一個位置嘅話咧，都係15分鐘你就係可以去得到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嘅人工島口岸咁樣嘅。而且咧，仲有一樣嘢比較盞鬼嘅係咩咧？你而家買低咗呢度，可以送到俾你咧
50到100平方嘅地。咁當然唔係話送到一笪地俾你啊，而且係送到一個可以種菜、可以種花種菜嘅地俾你。咁咧令到你嘅生活就冇咁無聊，係咪冇咁枯燥咧？多樣嘢玩下，所以我話退休嘅朋友仔其實可以考慮下呢樣嘢。我覺得呢個係比較盞鬼啲，比較特別啊。OK， 嗱咁啊，另外咧，其實呢度依家仲可以進行一個咧最低首期5萬蚊就可以做得到，可以即刻入手嗰隻噶啦。而且呢度辦證超快，即係你驚話甩尾、驚擔心啲咩嘅話，我覺得你可以揀翻呢度，因為呢度1個月就可以出到本房產證俾你噶啦。而且係可以即刻抽樓嗰隻嚟嘅，令到你毫無後顧一齊自由嘅。OK， 係啦，我哋可以揀翻呢度。好嗱，咁啊呢個咧係一個大單位嚟嘅，咁啊但係另外嘅話咧，佢有一個咧31平方嘅細單位喺度賣緊，咁佢總價講緊都係得37萬嘅啫，唔爭再帶你哋睇埋。嗱，如果急需一個總價較低嘅細單位作為上車之本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可以揀翻呢度，畢竟呢度點計啊都唔係商業先啦，真真正正嘅純住宅性質嚟嘅嚇。雖然係一房一廳，嗱呢度係37平方嘅呢個一房一廳嘅戶型嚟嘅。入門口嘅位置嘅話咧，首先你可以得到一個好大嘅活動空間啦，而隔離咧就可以作為呢個開放式嘅廚房啦。咁亦都係冇錯啦，你依家見得到嘅呢啲嘅話咧，係一個家嘅標準嚟嘅。咁係甚至呢間就係在賣緊嘅呢個現樓嚟㗎啦。咁啊過翻嚟呢邊咧，亦都會有個洗手台啦、鏡啊咁樣嘅。呢度可以作為一個雪櫃位啦，同埋熱水器咁樣。入邊就會有洗手間嘅。咁啊最基本一啲設置嘅話咧，亦都係幫你全部做好晒㗎啦。轉翻過嚟呢邊咧，就會有個獨立嘅房間。咁呢個房間仲可以做到個90度嘅轉個飄窗，所以咧整體嘅採光度，我同你講，依家係冇開燈㗎嚇，一個燈都冇開嘅。但係咧，你可以感受得到呢個採光真係非常之好。繼而咧，衣櫃位幫你做好晒 OK， 呢啲係幫你做好埋嘅，只需要埋個床擺喺度咧就可以即刻入住噶啦。嗱，就係咁樣一個細單位，好簡單㗎啫，一房一廳嘅 OK， 31個平方，咁啊呢度做到最低嘅總價37萬，咁就可以搞掂晒噶啦。有興趣嘅就快啲揾翻我，畢竟我真係都會送埋俾你，咁細間得我都成屋嘅家私店亦都要送埋俾你㗎，千祈唔係走雞啊！OK， 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